好啦，大家起立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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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家請坐。我哋繼續講心經。我哋講完咗色受想，今日你講到行運啦。行運呢個行字咧，即是行為啦。行為咧，即是做作咁嘅意思，係去做一樣嘢。咁啊，做善做惡或者咧不善不惡嘅行為。所以咧，行咧即係行為。咁啊，做咗個活動咧，以現代心理學嚟講咧，係人類嘅意志作用啦。即係講你做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一定有個意識喺度啊，帶領我想做乜嘢咁嘅意志啦。咁啊，意志嘅驅使我哋咁做，我哋咧就會跟住咁做啦嚇。啊，中意做或者唔中意做啦嚇。所以咧，人類各有其嘅自由意志。咁啊，自由意志講你想做乜嘢嘢，冇人去阻止你。我要成佛，我發誓大宏誓，我就他朝一定會成佛嘅。呢個係你嘅意志，冇人可以阻止你唔成得佛。所以講你有自己嘅抉擇權，呢個意志係有抉擇權，應做或者不應做，你自己負責，千祈唔好賴人。佛法所講嘅行運呢，係包含嘅心所，本來咧就係好多嘅。呢個行運係屬於心所之一。大家知道啊，在唯識嚟講咧，我哋有8個心王：眼耳鼻舌身意第6意識，跟住咧唯識嚟講有第7識、第8識嘅。其他五遍行、五別境、善11啊、8大隨煩惱、20隨煩惱等等呢啲，屬於心所意識。呢個五遍行、五別境啊、善11等等呢啲嘅心理作用咧，屬於心王所有嘅，咁樣叫心所啦。所以行運呢個行字咧，屬於心王所具備一種心理。本來咧係好多嘅，咁啊，但係真正代表嘅作用咧係思心所啦。咁啊，呢個行為啦，係嘛？呢個行運裏頭包括好多嘅心理，但係思心所係代表你去做作善或者惡嘅真正嘅心理嘅主要原因。所以你嘅行運啊，做善做惡咧，係邊個驅使你去做咧？去做作咧，就係思心所。所以咧，觸在受想思，觸在受想就係五遍行。五遍行即係5種嘅心理，係遍一切事、一切地、一切色。呢個心理作用，不論從低動物到高等動物，乃至天界嘅眾生，必定有五遍行，周遍三界啊，一切時間啊，過去現在未來啊等等啦，善惡啊等等啊，去呢個思心所係我哋做作嘅主要嘅心理之一，係好重要嘅。呢個行為嘅行咧，係邊個驅使我哋去做咧？係思心所。所以你可以講啊，我哋嘅業力，我哋成日講業力咧，做善做惡嘅業力嘅真正嘅主因係邊個啊？係思心所。業力係點嚟嘅？由於我喺度諗緊啲乜嘢嘢，驅使我去做嘢，或者驅使我口講嘢，或者驅使我心去諗乜嘢，呢個就係思心。呢個驅使我哋咧落地獄上天堂成佛都係佢。嗱，記清楚，你成佛又好，落地獄做惡魔做善人，全部都係因為思嘅心理作用，係屬於行運之內嘅其中一個心理。所以行運係包括好多咩啊心理嘅。將我哋去諗嘢，要去決定佢點做，呢個意志咧係思。呢種思心所咧或者意志咧，有一種咧推動一種力量，推動我哋做乜嘢？推動我哋嘅心識，我哋五識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咁啊第6識啊，咁啊對所認識嘅外在嘅客觀環境作出咧各種不同嘅安排同埋處理嘅。所以思心所好緊要嘅，就我日常生活當中冇咗佢，你唔識做嘢噶嘛。啊，打理嘢啊，處理嘢乜嘢，全部同你思心所係息息相關嘅。冇思心所咧，你冇辦法做事嘅。一切嘅安排、做嘢、處理事等等，好簡單嘅嘢又好，好複雜嘅嘢又好，不能夠離開咩？思心所啦。你安排處理得好嘅話咧，就當然向善嗰方面嚟走啦。處理嗰啲事情不當心理咧偏頗嘅時候，我哋有時叫我哋偏激
做乜你嘅心理咁偏激啊？你性格咁偏激啊？係思心所，有啲好偏激噶嘛嚇，或者憤世嫉俗啊，呢啲係偏激嘅，就啲偏激心理唔好嘅喎，會帶我哋行錯路嘅喎，所以我哋唔可以心理太過偏激得滯，偏激咧本嚟同人相處唔到，所以咧人咧唔好思想太過偏激。如果你心理太過偏頗嘅話咧，不當嘅話咧，就向於惡嗰方面嚟走啦。一切嘅善行為啊，或者惡行為啊嘅出現，大家都叫你做錯，你殺人放火你幫人啊等等呢啲咧嘅現象咧，同呢個意志嘅思係有好大嘅關係嘅。所以你嘅行係不離開你嘅意志嘅抉擇啦，就係思心所。現在心理學上討論到意志自由不自由嘅問題唔使講咧，係有相反嘅意見存在嘅。但係以佛法嚟講不論係點樣講都好，係承認乜嘢咧？意志自由嘅。咩叫意志自由咧？我要成佛，明唔明啊？咁我要成佛係我嘅 choice， 我嘅意志，我相信可以成佛，我相信我可以解決，我相信我可以咧做一啲驚天動地嘅事。呢個咧就係意志嘅問題啦。佛家係承認你做好做壞，你有抉擇嘅能力。不過咧，自由有佢嘅限度嘅，自由限度即係講有時你抉擇未必你係做得到。我認為呢個係好嘅，但係咧種種條件令到你做唔到，唔係你嘅意志有問題，係有時你環境嘅條件唔夠嘅啫。講完咗呢個行運，最後講到你嘅色運呢個色運就係呢個色咧係嘅意思咧，識別呢個色嘅識別，即係了別明了分別咁嘅意思或者明了辨別呢樣嘢係乜嘢嘢。受想行呢三個運咧，呢個三種嘅心理咧，雖然講都係屬於心理，但係咧屬於附屬心理嘅作用，屬於眼耳鼻舌身意嘅附屬心理。真正嘅主體嘅心理活動咧，就係現在要講咁，就係色運啦。所以色受想行識呢個色運，色嘅最大嘅功用係咩咧？就係明了識別啦，明了嗰個景係乜嘢，聽到嗰個音聲係乜嘢嘢，聞到咩味，喺度食緊係咩味道等等，呢個就係心王嘅作用，就係識別啦。舉例啦，例如眼色，我哋見到外在嘅客觀嘅景我哋叫色景，我哋能夠了別到係黃色紅色等等啦長短黑白美麗唔美麗等等呢啲啦，係識別我哋客觀用眼去睇。如果係意識嘅話咧，聽到音聲嘅話咧，就會變出呢個音聲係自然界或者人聲或者狗聲等等，或者風聲或者風吹嘅葉嗰啲聲等等。咁從生命界發出嘅或者等啦，或者從生命界或者從自然界啦，又可以變出咧從人類發出嘅音聲啦，或者從咧貓貓狗狗嗰啲音聲啦，意識啦。意咧係屬於心王之一，眼咧屬於眼嘅心王之一。咁其他咧當然鼻舌身意啦，總共咧就係六識啦。除咗呢個眼意仲有鼻舌身嘅四識，其他啦都有佢哋嘅了別作用啦。OK， 所以實在你話佛教咧係咪迷信咧？佛教一啲都唔迷信。主體嘅心識究竟有幾多咧？頭先眼耳鼻舌身。咁意啦，一般嚟講就講六識啦。不但咧小乘即係上座部係咁講啦，大乘嘅般若空系咧都係講六識嘅，因為咧大乘嘅唯識咧係講8個識，即係8個心王。但係般若如果你睇《大智度論》，龍樹菩薩寫嘅《大智度論》，或者係呢個《中觀論》等等，龍樹菩薩寫嘅係跟翻上座部，係講6個心王，就冇講到7，冇講到8。呢個係後期啦，佛滅咗第188年到98年之後，開始有唯識嘅出現。嗰時就有無著世親啦等等呢啲大德出現，就講到呢個咩第7識、第8識。龍樹菩薩跟分嘅咩上座部講6個識。現在所講嘅識蘊呢，姑且啦以6識嚟去解，
因為心經係屬於咪般若系啊，般若空呢個一派系嘅或者學說嘅經典啊，當然係以綠色為是嘅，呢個係我哋再應當知啦。如果你睇唯識學者咧解釋心經嘅時候係講白色嘅，龍樹菩薩講綠色。五蘊嘅大意咧，我哋上嚟咧嘅好簡單咁講，但係有兩點咧，我哋需要咧係交代嘅。第一，雖然有五嘅差別，五蘊係有五蘊係色受想行識五蘊啦，但係歸納起上嚟咧，實在不外係咩啊？能認識同埋所認識，能認識嘅主體同埋所認識嘅客觀。色蘊係所認識嘅，大家知道啊，我哋嘅身體啊，或者對方啊，成間屋啊，山河大地啊，呢個物質世界係我哋去認識去了別佢嘅。所以你望住個身體，呢個身體個眼面啊睇唔到就照鏡呢個就係我哋嘅咁樣啦。呢個色蘊係我哋嘅心識去理解佢。咁受想行識係心理嚟嘅喎，係能認識嘅各方面嘅。咁一般人咧都認為咁分別，佢話咁樣係唔完全係啱嘅。色係所認識，受想行識係能認識，呢個係講中咗一半嘅啫。在五蘊之中啊，真正係屬於能認識咧，只有最後嗰個色蘊。站在佢嘅認識嘅作用嚟講咧，就係色蘊，就係受想行識前四蘊。色受想行呢前邊嘅四蘊咧，都係屬於所認識嘅對象嘅。色啊就係在色蘊認識色受想行識，所以你前面呢個咧，前面四個蘊咧係色所認識嘅對象嚟嘅。咁即是講我嘅大陸意識或者係前六識係認識客觀嘅境嚟嘅。我而家咩感受咧？邊個認識呢個感受啊？我嘅苦有樂，邊個認識嘅？我意識認識。感受苦啊、痛苦啊、快樂啊，邊個認識？我而家好快樂，邊個認識佢啊？係我哋嘅大腦意識，唔係受想行啊嘛。受想係一種心理作用噶嘛。開唔開心啊？我做緊乜嘢？我做緊善事，做緊惡事啊？邊個認識佢啊？係我哋嘅大陸意識。大陸意識係認識色受想行前邊四個蘊嘅。所以色咧係外在嘅物質，講佢係所認識對象，大家都可以明白嘅。但係講到受想行呢三個蘊咧，明明係內在嘅心理作用啊，點解係屬於所認識嘅東西嚟嘅咧？所認識嘅心理咧？咁從佢對境所起嘅活動嚟講咧，雖然係能認識嘅作用係有能認識㗎，但當主體心識在反觀內心嘅時候，邊個喺度快樂啊？邊個唔開心啊？咁啦，呢個係主體嘅心識反觀內心嘅時候，受想行三者自然就成為咩？所認識嘅對象啦。咁明唔明啊？所以我而家做緊善做緊惡，我係知嘅。做緊善做緊惡係我所認識嘅行為。我開唔開心係我所認識嘅感受。色受想行咧，屬於色所對嘅咩嘅境嚟嘅。五蘊嘅中間嘅三蘊啊嚇，係通兩方面嘅。望於外在嘅色蘊，佢係能認識嘅；望於內在嘅色蘊，佢係所認識噶啦。實在真正能夠明白我哋發生咩係我哋嘅真正嘅主色體就係意識。受想行識係屬於心理嘅表現嘅啫。咁我哋講完咗有關五識嘅能認識所認識，第二點要講啦。佛點解對眾生講五蘊呢？點解要講五蘊啊？大家要知道佛陀在世嘅時候亦都有其他外道嘅，最主要你當係婆羅門教，咁仲有聖倫教啊、素倫拜啊、拜火教，乜派都有嘅，仲有一個耆那教亦都好犀利嘅。耆那教個主教比佛陀老啲，即係老啲，但係咧佢都係講因果嘅喎。佛教係講因果嘅，大家講因果咧係有多少唔同，但係佛陀對眾生講五蘊，係話從《阿含經》嚟講，大家點解你要知道啊？嗰啲學者點解成日要提《阿含經》咧？知唔知點解？點解唔提其他經嘅？點解學者當係研究寫論文嘅時候一定提《阿含經》嘅？
大家知道阿含經有4大部，就有集阿含、中阿含、從阿含、增一阿含。點解呢幾本嘅阿含經啊，係最早喺呢個地球出現嘅經書，最早出現嘅經書，由第一次結集、第二次結集串集成一本咩？能夠俾人流傳落去一本一本嘅經。咁第一次結集當然咧就冇嘢寫，即係冇文字記錄，係靠口傳。第二次結集亦都一樣，要到佛陀第一幾百年後先至有記錄喺嗰啲貝葉，你哋咪有啲貝葉嘅，同埋啲石頭先至刻落去。最早出現就係阿含經，所以阿含經係就學者之中嚟講咧，即係講佢最原始嘅。點解最原始咧？因為喺嗰個筆法嗰個即係研究佢個 methodology 咧，即係嗰個方法論嚟講咧，佢嗰個文字啊排序啊係粗顯嘅，好粗糙，好粗糙，即係唔係經過我哋修飾嘅嘢。後期嘅大聖係經過修飾即係講話係有人咧刻意去寫出嚟嘅。但係初期嗰啲阿含經咧係由種出嚟就冇咁美麗嗰啲文字，呢啲文字唔美麗嘅，有住甩甩咳咳添唔添？學者之中啊，尤其是西方啊、日本當時嗰啲學者咧研究佛法嘅時候咧，係承認阿含經係最原始世界出現嘅經典，所以後期嗰啲學者全部都要印經據典，就印阿含經，即係最原始佛陀講啲乜嘢。所以我從阿含經當然係冇講係長阿含、中阿含、集阿含等等啦。咁佢係話咩？從阿含經睇咧係依4識住而講嘅，即係講啊佛講五蘊係根據阿含經裏頭所講嘅4識住，從4識住而產生呢個五蘊嘅住咧。呢個住字呢個住啊，4識住嘅住啊，唔係普通所講嘅安住嚇。你住喺邊度啊？係咁啊，你住喺邊度？呢個唔係，係指乜嘢咧？係指心理上嘅問題，執着貪着嗱，執着實在即係貪着，或者叫黏着。佛家講嘅呢個安住唔係指普通嘅嚇住着，係指我哋一種黏着貪着，所以呢個係令到你輪迴生死有得玩嘅，好好玩嘅。如果你中意玩嘅咧，我今世又報你做你嘅乜乜親人，第二世你又做翻我乜乜親人，咁啊於是啫使，比如大家利是咁啦。4識住個住咧，即係貪着黏着嘅意思。金剛經講啊，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。呢個住即係指呢個住呢個，唔係只係講話響你色聲香味中啊，你打滾，其實講話你貪着色聲香味觸先至去布施。色聲香味觸啊，包括乜嘢咧？因為某啲嘢、某啲事情，我去布施係有原因嘅。呢種原因係好似私心嘅。明唔明？係私心講去布施，或者為名，或者為其他原因，有咩利害關係，我先至布施嘅啫。貪着黏着某啲嘢而去做布施嘅，你係咪真係慈悲心而行布施？係個住係當咗係貪着嚟去解啦。嗱，冇所謂，即係唔着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咧，係話呢個人先真正內心慈悲心而布施。所以你布施睇你係咪慈悲，或者有世俗嘅要求，有啲人為咗布施係為咗長命，可以見係住咧呢個所謂安住呢個4識住嘅住咧係貪着意思啦，對4識而貪着，有情即係有心理精神活動嘅有情，係以情識為中心，情識嘅一種感情上、情緒上思想上會輪迴嘅，最緊要有情識嘅眾生一定會輪迴。冇情識嘅嚟嗰啲植物啊等等嗰啲係有生命，好似有生命嘅分裂咧，佢唔屬於有情嘅，所以植物係唔會輪迴。但係我哋人類咧，因為有情識，識做惡識做善，所以輪迴。嗰啲 plants 唔會做惡做善嘅，所以係冇輪迴呢件事。但係有生命嘅現象，我哋有生命現象，有情識嘅現象，所以我哋就會輪迴啦。有情以情識為中心啦，而呢種情識係源於識事就貪着識，即係講我哋嘅心識，當我哋望見嗰件物件中意啦，吸引你嘅時候咧，哇！呢個眼咧就俾吸住啦，咁啊想點樣得到佢啦？或者你中意食嘅嘢，
個心就諗住下次要食，下次要食，下次要食咁啊，下次唔食唔得咁啊，排隊都要食。呢個情色丸色嘅時候，即係你色境啦嚇，我哋會貪着黏着。如果對受咧，就會黏着個受，甚至好開心，好開心。佢見到佢好開心，下次見到又想見到，下次又想見到佢，日夜思想都要見到，因為見到佢就開心。或者你見到你架車，哇！我架車係寶馬，我架車係蘭博基尼，哇！日日望住當妻子咁嚟服侍佢。咁你對啲色境啊，你好中意嘅話咧，呢就真係黏着啦。我哋黏着好多嘢嘅咧，你唔覺得咩？你擘大眼你已經黏着嘅咧，即係開始對某啲嘢好黏着嘅咧。對感受嘅時候你會黏着，咁當然你唔中意嗰啲感受，你又會排斥啊，都係一種黏着嘅。願意想取像，諗住嗰啲啊，亦都會黏着嗰個境，成日諗住去放唔下嗰種咧，又係一種想嘅黏着。對於行亦都係種黏着，對行係某種嘅行為，我做咗之後有回報，我做咗之後有回報，你又黏着，不斷重複啦。發發概論係印順導師寫嘅嚇。發發概論呢度有提到講乜嘢咧？係四識住即係有情嘅情識。四識呢個識啦嘛，係嘛？呢個四種識，四種心識安住，即係黏住一啲嘢，黏着嘅即係有情嘅情識。咁啊識上咧貪着即住啦，就係我哋嘅客觀嘅物質境上，我哋貪着安住去嘅時候，或者情緒上嚇形式上咧、意志上咧，係貪着執着我係我，或者我所有識嘅貪着。境咧，我架車、我間屋、我個乜、我個物，喺個我所啦，係咪？我執咧有自我嘅感覺，要統一嘅我嘅感覺啦。執着有我執同埋執着我所有，所以係搏而流轉生嘅。所以我哋咧就佛家嚟講啊，我哋咧點解會輪迴啊？係因為覺得有個實在嘅我，同埋覺得你所擁有嘢咧係自己嘅。實在你發覺，當你死嘅時候啊，你最愛嘅錢啊，人哋幫你分過係嚟享受，等你孤寒啊嗱。有啲個孤寒唔肯布施啊嘛，係嘛？唔肯布施嘅，咁唔肯布施點樣樣？布施都有條件嘅。咁啊唔肯布施嘅時候，但係當佢死嗰啲錢咧，俾人使嘅，佢又甘心情願嘅喎。不論錢啊、屋啊、車啊、乜嘢人啊、貓貓狗狗，你所愛嘅嘢，俾佢係搏係隻綁死，俾呢個黏着呢種綁死自己。有陣時你先會在三界當中咧，不停的同你嗰啲眾生咧產生咗互動啦。如果離此四唔再貪着咧，即係咩？識不住東南西北四維上下，四維即係十方啊嚇！東南西北四維上即係十方。離此四識啦嚇，而唔再貪着嘅話咧，識不住東南西北四維上嘅十方咧，隨欲見法涅槃。隨即係咧貪欲嘅意思黏着啦，見法見真理啦，最後得到不生不滅呢種嘅智慧啦。綜合呢種四識住嘅能住同所住咧，即是係五蘊啦。所以綜合呢四識啊，四識住啦嚇，受想行識啊，咁啊能住所住就係五蘊啦。所以佛家咧將識蘊一堆，受蘊一堆等等啦。蘊者就係咩？一堆嘢咁嘅意思，有好多嘢湊合就見到有色身。受咧又唔係無端端有感受嘅，你嘅感受一定要眼耳鼻舌身根，跟住有色聲香味觸境，根境就有眼耳鼻舌身識，然後咧有咩啊？眼耳鼻舌身觸，然後咧先有苦受樂受。你嘅感受唔係單單叫做受，呢個受係靠好多條件而產生叫做感受。你不過咁嘅樣嘅啫，唔好等。哎呀，你傷到我嘅自尊，你傷到我嘅感受，你感受點嚟㗎？因為你嘅睇、你聽、你聞等等不順利意苦受，順利意快就咳咳咳聲笑，少少嘢都好好笑，反起面上嚟咧，少少嘢可以反面。有陣時要諗下你嘅受係點嚟，一不如意即刻嚟，手不如意親心頓起。或者講句説話你唔中意聽啊，你即刻反面嘅。對於呢個五蘊嘅意義同佢嘅建立之後啊，了解之後咧，進而咧就要解釋啊，照見五蘊皆空嘅空字啦。呢個空字咧就好麻煩嘅，好多人唔了解嘅時候咧，以為空空如也，
財也空，名也空，乜都空，我搞咁多嘢做乜嘢？我咁努力做乜嘢啊？咁啊乜都空，我咪唔好論我撇啦，係嘛？大家都知道啊，有情生命體係由五蘊嘅要素組成嘅，咁大家知道啦嚇。我哋呢個身體由物質加精神嘅和合物嘅，而此個要素組織成嘅生命體咧，是否有實體性咧？係咪有獨立？呢個所謂實自體性有冇獨立嘅咧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嘅身體唔係獨立，但係我哋總係覺得自己獨立嘅。我哋唔覺得自己係色受想行識嘅喎，我哋覺得自己係一個實體嘅個體，打唔死唔會死嘅。見到你死，哎呀，咁咪提醒自己啊！我原來去死得，我都會死得咧，係咁樣樣。咁你先驚啊，會做一啲嘢啊，做啲善事啊，咁之類啊咁啊。如果假設講你冇睇到人死，你覺得天長地久啊，嘅天堂自己一樣咁高咁大。佛家講經成日要提醒我哋啊，喺話無我無法可得。無我就講你個五蘊揾唔到個叫做我，不過呢個獨立嘅我，因為有呢個身體呢個條件，你覺得有係因為由條件而你感覺嘅我嘅統一嘅感覺嘅叫做我，假名為我，假借五蘊而產生有個我呢個感覺，呢個係叫做俗諦，即係世間共認嘅我。但係真諦嚟講，當你見到或者你嘅聖者，當你做聖者個階級嘅時候，你已經知道啊，唔係真係有我喎，因為呢個法啊，色受想行識呢五堆嘢本身都係要條件嚟嘅，冇實體嘅。既然冇實體嘅，邊係一個獨立嘅實我喺呢個五蘊係執持咧？到最後咧，你見到嘅時候咧，我裏頭無我可得，連個五蘊呢個五堆東西嘅法亦都不可得，所以話冇獨立體，所以冇實自體。咁啊講嚟講去，你冇實自體，唔等係空溜溜嘛？即係等我企喺度，你能唔能夠話我冇色淨特有啊嘛？我由五蘊而嚟啊，不能話冇噶嘛。五蘊而起係有，呢係俗諦。係咪真係有色淨特咧？冇。點解？係從佢咁獨立性嚟講，唔係同佢緣起性嚟講嘅。緣起性即係講有呢個身體，同呢個真諦嚟講啊，呢個身體冇獨立，冇揾唔到個我，揾唔到個實體，咁嘅狀態叫做空性。所以呢個空性唔能夠離開你嘅真實嘅身體嚟講空性嘅，唔係空蕩蕩嘅嘢，係從你個五蘊當中嘅錯誤嘅理解，係錯誤嘅一個愚痴嘅執着咧嘅，呢個係黏着愚痴執着個呢個係我嘅，咁啊要從呢不斷去諗，不斷去思考，呢個唔係真係我，呢個冇獨立性，不斷咁樣去諗，不斷去諗，打破乜嘢？打破你無始來嗰種嘅黏着，嗰種嘅執着。我哋嘅執着從無始來到而家陣，唔係而家陣我出世先有個我執，唔係我出世先至覺得有個實我，係講你同無始就揾唔到嘅第一次啦嚇。到而家陣你都係我啊，同埋法則一路到今世，到今次你一樣未開悟，一樣又跟住 carry on 嘅我執法則一路下一世，直至到你真正發起個心。我要停止消解呢種嘅我執，你先至有希望解脫。如果唔係，你有得你玩。佛陀咧時時同我哋講，呢度係《阿含經》嘅，呢個係緣起。在《阿含經》成日講呢樣嘢嘅，十二因緣啊等等呢啲係講呢樣嘢。呢個係緣起假合嘅五蘊，即係你個身體啦。緣起即係由條件而生起嘅呢個和合嘅東西。絕對咧，千祈唔好睇成一個實自體，唔會變化。嗱，如果有實自體個東西係表示唔滅唔變化嘅，永遠係咁嘅。但係我哋發覺我哋嘅身體嘅五蘊啊，點解唔變化咧？你話俾我聽。你同你細個 BB 仔咁捋捋滑滑，你皮膚滑滑啊，到而家就唔滑啊嘛，係咪？你頭髮係黑色嘅，到而家就白色嘅。你本嚟咧蹦蹦跳跳好活躍嘅，到老嘅時點跳啊？如果比講我而家以前喺凳上跳落嚟咁，自己容易。陀咧就講點睇我哋嘅身體咧，佢唔係實體性，係咪獨立一個東西？係由五堆東西嚇，不獨啊！呢個五蘊組合生命體係假有。呢個假字咧，聽啊唔係話咩假啊？唔係假嘅身體啊，係話係要由身體由條件嚟嘅假有。嗱，聽清楚啊！假有嚇，由條件嚟假借條件而嚟嘅，所以叫假有。呢個生命體係假有嘅，就係組合生命嘅五蘊嘅自身色受想行識呢個五堆東西，亦都係揾唔到佢嘅實體性，所以叫空無所有。所以你空無所有唔係
空洞洞嘅空，或者死咗叫空，係嗰樣存在，你知道係冇實體咁睇嗰樣嘢。你活生生同我知道你係由唔對東西，你唔係實體嘅，你一定會變化嘅。你睇我一樣，自己睇自己一樣會變化。咁樣我哋唔係一個實體嘅東西，所以咧生係咁嚟，死係由五蘊，生係五蘊而嚟，死由五蘊咁瓦解，冇真正一個東西。如果真正嘅實體嘢係唔會瓦解嘅。如果我同你係實實在在個東西，唔使靠條件嘅，我哋唔會死亡，我哋永遠都喺呢個有呢個世界上。但係咧，你發覺肉體嘅60兆億嘅細胞加精神嘅活動而存在冇實體。就算精神咧，好似啲外教講啊，你有個咩soul啊，你有個當個 soul 咧係一個真實嘅個體，就佛家講冇用呢個嘢。就算色都係由條件而嚟，冇實在色。所以如果真正實在嘅色咧，你嘅意志係決定嘅。決定係乜嘢咧？即係我想點就點，我中意自由就自由。但係你發覺你冇咁嘅選擇權。上一次我哋講啊，你想長命唔得啦，你想生喺邊一度冇選擇權啦。你想變化你嘅色嘅客觀環境，你變化唔到咧，係咁啊，死固固喺度係咁啦。好嘅環境唔好環境，你冇得改變，你冇得自由。仲有咩心理？我哋冇得自由，我哋受環境嘅局限。我哋以為自己好有智慧咩？我以為自己諗嘢一定啱嘅，原來發覺嘢就講你講嘅嘢，人哋就推翻你。你頭先講你錯咗喎，我以為咁嗱，好多係咁噶。我以為咁，我以為咁啊，成日都我以為咁，但係就係你個以為錯嘅，10個9個以為都係10個9個錯嘅，因為你唔係真係智慧。你係靠你嘅大腦意識胡思亂想出結論出嚟嘅東西，係好多時係錯嘅。所以唔好成日以為自己諗嘢一定對啊！但我發覺好多人咧，成日都以為自己諗嘅嘢對喎，但係次次咧點樣咧？次次俾人喺後邊笑咩？咁諗嘢都有嘅，咁講嘢都有嘅，俾人後邊笑，你仲以為自己講嘢好叻添喎？所以有陣時咧講嘢乜，有陣時俾自己有後路，唔好話一定係咁，一定係咁，錯了。呢個世界好多嘢你哋唔知嘅，所以佛家講五蘊之中揾唔到嘅實我叫無我可得。五蘊呢個東西，呢個身體嘅東西叫做法嚇，五蘊法亦空無所有，所以我空法空。所以你呢樣嘢出現咗之後，先睇佢點樣睇佢啊？我空法空，自己嘅身體揾唔到個我，統一嘅感覺。我，但係我哋又冇自由，我哋要靠條件嘅。咁呢點嘅認識實在係好重要，即係講我哋平時嘅修行，我哋就講修行。你唔理個問題啊，係喺邊度？你點成佛道啊？不過我哋一定係咁講嘛，願以此功德回應一切，同眾生皆共成佛道。我哋 share 嗰個所謂功德，就喺佛法好注重心理嘅改變，就係修行。所以呢種認識啊，就講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呢個認識係重要嘅。即係點樣睇呢個五蘊身？同埋睇你周圍嗰啲親戚朋友啊、敵人啊、愛人啊、你所擁有嘅一切嘅錢財啊等等，點樣睇佢啦？呢個係修行嘅重點。你點樣睇嗰件事？有啲佛法行者講啦，有啲其他啲學者講，佢話五蘊組合嘅生命體係空。嗱，生命體係空嚇，100%係啱嘅。因在五蘊嘅組合之中，要揾一個自我咧，根本就揾唔到。嗱，有啲人講啦嚇，呢個五蘊之中揾唔到個我，冇錯嘅。但係組合生命體嘅五大元素就係色受想行識呢五大元素冇我，但係呢五大元素咧不能夠話冇嘅。如果連呢個五大元素都冇咧，乜嘢令到呢個生命出現咧？咁啊，邊個有呢個生命體咧？都係要呢個五大元素冇咗，點樣有生命咧？咁啦，所以咧，我空法有，從呢個觀點去發展咧，於是產生咗我空法有呢種思想啦。咁一路嚟都係有嘅，在部派佛教裏頭，係咪大乘佛教裏頭？咁呢種思想不但流傳喺小乘佛教之中，即係部派佛教咧，亦都流行在大乘佛教。咁啊，所謂大乘佛教指唯識仲空眾啦，唯識不能夠說一切空嘅咧。一定係要講乜嘢啊？有八識嘅，講咩？種子
白色嘅種子流行，白色係剎那剎那，你成咗佛都係剎那剎那，係有嘅，不能講冇邊個成佛啦咁啊？邊個解脫啊咁啊？咁樣樣，在龍樹菩薩嚟講，一空到底空，唯識唔可以空到盡，一定有啲嘢喺度，所以留有尾巴喺度啦。就唯識即係批評唯識咧，留一啲空到仲有尾巴喺度，咁明唔明啊？佛法雖然以佛陀所講嘅教法為宗，但到佛滅咗之後，呢個一定係當佛滅啦。佛陀嘅時候係《阿含經》，係講四諦十二因緣，係講37道品。但係佛滅咗之後，幾百年之後一路變啦，100年之後已經開始變㗎啦。一啲一定嘅喎，即係等於孔子死咗之後，有邊個嚇？有孟子、有孫子等等，將孔子嘅説話咧發揮出嚟。咁啊，即係孔子未發揮嘅嘢，又係嗰啲弟子發揮。釋迦牟尼佛一樣，佛在世嘅就講嗰啲四諦十二因緣啊、37道品啊等等嘅三科。但係咧到大乘嘅時候，嗰啲弟子咧開始發揮啦。係從邊度發揮？阿含經，由阿含經當中發揮嚟大乘思想。大乘嘅經典都不能夠離開阿含經嘅重要嘅主要嘅思想嘅。所以講嘅佛法雖然以佛陀所講嘅教法為宗，即係阿含經，但係到佛滅之後咧，100年之後、百幾年之後啦，佛教就不斷嘅流行之中，即係傳播之中啦。由於學者嘅思想唔同，一定噶咯，同一本經，大家嘅解釋都有多少唔同，所以咧產生咗各個不同嘅學派。不但係小乘佛教有咁嘅現象，有18部派或者20部派，大乘同樣咧有呢個現象，就係有空中有中同埋空有咧合併嘅叫做乜嘢咧？如來藏思想。如果大學裏頭研究嘅話咧，真正在外國嚟講咧，只係研究有中同埋空中，係唔承認咧如來藏嘅。譬如話如來藏係溝咗咩唯識同埋空中講嘅，咁咧就唔承認呢個如來藏，只係承認空中有中嘅啫。站在學術嚟講，因此咧後來佛法修學者，即係後來嘅修行人修學或者係深入佛法又好，或者修行又好啦，或多或少咧都受到學派思想嘅影響啦。所以我哋中國有八大宗啦，係嘛？華嚴宗啊，咩天台宗啦、律宗啦、禪宗啦，仲有乜嘢空宗啦、唯識宗啦、成實宗啦、三輪宗啦，咁等等啦，就受到學派嘅思想影響。因為點解係即係啲學派啲學者根據邊一部經就成立咗某個學派嘅？如果係跟呢個法華經咧，就天台宗；華嚴經咧變咗賢首宗等等咧，即係根據個經文咧就成立咗一個宗派。所以咧或多或少受思想影響係無可否認嘅歷史事實。唔好講其他，但係講空義嚟講，在大小乘嘅學派之中咧，都有兩大派嘅思想嘅對立嘅喎。嗱，大小乘學派中有兩大思想，都認為啊係契合佛義嘅喎。大家都講站在唯識就舉出乜乜經啊論啊，我係最合佛義。但係好啦，龍樹菩薩根據乜經就話咧，我哋契合咩佛義啦。就大家都有所根據呢個經典嚟提出自己嘅論點嘅。OK， 就認為自己都適合佛陀所講嘅嘢嘅，而且各擁有廣大嘅僧眾，一樣有咩空中有一大班人跟佢，有中有一大班人咧就信眾，即係學者跟佢啦。例如講咩以西北印度為基地嘅咧，就係說一切有部，即係而家你個係南傳佛教好似而家呢個錫蘭泰國嗰啲係根據巴利文，咁巴利文屬於乜嘢？同業部嘅。就係屬於說一切嘅部其中嘅同業部，所以讀巴利文嘅文。南無他薩巴嘅話到阿羅漢到三無三菩提薩，就係呢種嘅。我哋叫做上座部啦嚇。咁佢嘅思想係主張咩？我空法有嘅，五蘊之中揾唔到個我，但係咧五蘊咧呢個法咧不能說無嘅，而且堅定嘅認為咧係咁嘅樣。如果你唔同意咁講咧，就要睇你非佛法者非佛說啊！你一定要咁講。我空法有嘅，如果唔係咧，當你係外道啦。假定要舉論點嚟證明咧，可以咧小乘嘅俱舍論。咁大家知道俱舍論咧係世親菩薩嘅代表作，
咁啊，洗心菩薩後來咧成為唯識嘅專家啦，宗師啦。咁啊，又聽過20唯識頌啊、30唯識頌啊，都係世親菩薩嘅代表作。但係西北印度係有相當嘅勢力喺度嘅，發揚呢一個思想嘅學者亦都相當多。所以而家你睇南傳佛教佢哋啊，係研究俱舍論，即係好有思想啊嚇，咁啊寫呢啲咁嘅論出嚟。西北印度係講有嘅，我空法有，但係到東南印度嗱，東南印度啦嚇，即係南方啦，係大本營嘅大眾分別說，即係大眾部，一個係上座部，一個大眾部，係佛滅咗第100幾年嘅時候分裂為上座部同埋大眾部。講得下次好唔好啊？我哋起身，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啦。